今年咧係雙區福音使團咧45週年，即係佢哋係1980年開始啦嚇。咁我諗翻咧，其實我喺唔同階段咧都同雙福交會過嘅。最早其實我讀神學嘅時候，大概1995年啦，嗰陣時我神學院有個老師咧，就佢係教宣教嘅，咁佢喺課堂上面咧就提過雙福嘅。咁就嗰時都有個印象，咁就知道佢哋搞一啲雙區午餐福音會啊等等啦嚇。咁到咗神學畢業之後，咁我牧會啦，咁去到2000幾年嘅時候咧，我哋教會咧就買咗個地鋪喺沙田，咁我就諗，咦嗰度附近都可能有一啲辦公室。有一啲嘅人士可能 lunch 嘅時候都可能有機會喎，咁所以我就嘗試聯絡雙福咧，就試下會唔會喺我哋嗰度辦午餐福音會啦。咁同雙福聯絡過嘅，我就帶咗執事去睇下咁樣，去咗應該去咗灣仔紅磚屋嗰度睇一睇咁樣，睇下現場係點樣。咁不過收尾咧就都冇成事嘅，但嗰陣時好印象好深刻咧。就係我睇過一段喺 YouTube 有嘅，應該係劉進圖嘅其中一次嘅午餐福音會，講佢嘅一個見證啦，特別佢被斬之後嗰個見證嘅，咁嗰個係好深刻嘅。咁最後咧就係我收尾就冇喺地方堂會侍奉啦，就去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侍奉。咁其中有一年咧，有一個同學咧，就佢原本就係雙福嘅同工，跟住佢進修。咁佢就傾開，咁我就知道佢喺雙福嘅侍奉啦。特別佢講到咧，雙福佢會開始咧有職場宣教嘅訓練課程啊。咁呢個令我好深刻嘅。咁所以之後佢就呢個同學又再聯絡我咧，就我幫我雙福幾次有啲退休營啊，一啲短嘅課程啊等等嚇。咁呢個係我同雙福一齊嘅故事啦。咁收尾雙福亦都邀請我做支議會嘅成員啦。至於雙福今年45週年嗰個主題曲我都聽過幾次啊。咁就我最深刻咧，最有共鳴咧，其實係嗰個主題啊，叫 God is working， 神正在工作。因為我就諗起約翰福音咧第5章應該17節，耶穌回應嗰啲人咧就係話，啲人話佢點解你安息去做嘢？咁耶穌話咧，我父作事直到如今，我也作事。即係其實神咧一路好都做緊嘢嘅，歷世歷代都做緊嘢嘅，所以嗰首主題曲 God is working 咧係對我好深印象嘅。既然神都做緊嘢咧，所以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啊，特別我哋喺工作嘅場所咧，都係我哋信仰嘅一部分，都係我哋可以做見證嘅一部分。咁今年係雙福45週年啦，我都寄語雙福，世界好多變化。但係我哋為主作見證嘅使命咧係從來不變嘅，所以我都希望雙福咧喺唔同時代，因應唔同嘅需要、唔同世界變化，我哋都繼續喺職場為主做見證。我諗神學院嘅同學或者係做全牧者啦，將來畢業之後，我估我哋都要關心牧養弟兄姊妹啦，俾佢哋屬靈生命嘅成長啦。咁唔單止淨喺教會嘅場所嘅，其實我哋成個人整個人所有嘅日常生活。咁所以尤其喺香港工作嘅時間、工作場所係佔我哋人生好大部分嘅。所以我哋做傳道牧者嘅咧，或者做神學生嘅咧，都要學習咧。點樣同弟兄姊妹咧喺職場裏邊同行，幫助佢哋喺職場裏邊做見證。